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江燕丽。我这一次呢，在客家戏曲巡演活动里面，《日落大爱》这个戏曲当中，我所饰演的角色是老板娘。那我这个角色呢，其实在这个戏里面，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算是这个戏里面的，稍微比较势利眼的，就是专门和男女主角抢生意的这个样子的角色。那也很开心，就是这一次呢，能够参加这个《日落大爱》的演出。那也很希望透过我们这么努力的力求表现完美的这个样子的制作，能够邀请到更多的朋友们能够进剧场来给予我们鼓励。我们这出戏呢，有灯光，有布景，那你看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，就是跟你们一般看到的客家大戏的那个样子的服装，都相较而言是非常不同的，它是非常华丽的。所以呢，朋友们，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到剧场来，相信包准你们绝对不会后悔的。